另外，镜头来分林斗六个北德生命园区附近的滨高道，昨昏要挖7点的时发生火车和奥多麦相撞的事故，有一个大约50岁的骑奥多麦的查甫人当场死亡。本局相关救灾单位到达现场以后，在火车的车头发现有一部机车，那后续在南向的40公尺的一个平交道旁边有发现伤者1名，头颅破裂，明显死亡，年约50岁。这站车祸是发生在昨暗暝7点的时，台铁有人的区间车2213处列车驶经过滨高道的时，去弄到一个违规弄滨高道骑奥多麦的查甫人，台铁是赶紧紧急通报，赶紧处理。因那区间车顶头有上百旅客，台铁赶紧派另外一架区间车去接人。消防局尾也是伫边仔的水沟仔发现这个50岁骑奥多麦的查甫人已经明显死亡。